早拢即两个字分算了后吼，拢是咧对咱大圣经讲迄个传话筒啦。因为阮收因真多的即个招呼，阮要透过 UBS 的讲话吼，都当时台湾圣经看足足的时阵嘛，是靠因两个踮咧发声啦，伫阿美利加拜布斯甲咱宣传咱的好话啦。去恁投票，因迄阵啊，就差不多，因你啥物人较早去，你较早嘛吼，所以伊这两个算是伫咱更离纽约贵的spot，纽约贵真要紧的朋友伫遐甲咱宣传台湾圣经讲的代志，啊未成立的时阵啊，路边拢无的时阵，甲咱替咱讲话。这法律上信心你上大天，这三四个成长嘛有，成长有。啊，甲这天主教合作的时间就是即几啊，去甲因开始吼，才开始咱对迄个阿曼较少是，等来了后，才有发展一个新的环境的时间开始，迄是真早的先摆了，这种。所以足要紧的，当时咱来看历史，咱圣经本的历史吼，我咱较早几耐咱的人外口就甲咱走，无台湾迄阵啊，都无啥会去，所以恁较早甲阮连替阮纽约就甲发声，至少互人知影讲台湾的存在，所以这真要紧。我看咱来回顾历史吼，圣经讲的圣经历史，较早几耐伫中央府顶甲咱斗讲话。对我说讲一段历史。哎，若讲几句话啦，小可以讲几句啦。阮知影讲，为大家拍拍个历史。就爱要来看影啦。我后拄仔去襄阳，我55年前，我去住伫个塔顶面。伊就讲伊叫我去泰国开会哦，我伫台南起来啊，要去请护照，去到伊是遐两个旧了迄个塔顶，你他妈上来教的，你上来教的塔。啊，要去拜两个才行。我一定上来教的。迄个真塔顶。这老前辈咧，这拢是老前辈。今仔日就讲去请来教讲55年，捌打就来教讲去打个，真是。你捌讲55年。今年你是咱伊到是咱共年啊？是咱伊到是咱共年。到什么啦？我到公园。你来磨豆无？你来磨豆，迄毕业之前来磨豆的时阵，我阮毕业去见出来。哦，安尼哦，哇，这个大声，大声摆啦。我都出年见出来。他说呢。对。我毕业了，我一个。你咱先讲伊会错爱去呢。先等下你。我等下，等你讲2、3年，你等以前我可能讲。坐你讲，讲一寡故事互阮听啦，阮真爱听故事。个人讲死几多年啊？你这个合作地方也是万早你。慢我一年。地方慢我一年，慢我一年。万你一年。慢我一年，伊个安尼，这个合作准名的。含地方宣言。那对啦，安尼我甲准名共你，安尼我咪是先摆呢。对啊。啊，所以阮咧出去合照的时阵，就成中那个，迄阵你伫景顺嘛？咱要去成中，那个专线啦，专线啦，专线嘛，对。即个嘛是跟他去两日，不同。所以做来一个辛苦啦吼，一个技术。哦，迄个拿到费的，对，这是迄上台湾艺术的。安尼哦，辛苦。迄伊才是咧翻译台语的时候开始。是哦，咩味道？迄个马里，迄个树，啊，阿回，是后面。有啦，有啦。我是一本读本的。我上专即摆绝版啦咧。哦，迄本有写咱四个人的名。安尼啊。迄阵啊，我那阿咧。你讲读版啊，迄个公布社佫甲因咧。有
福音无？有啊，迄是新的。不是呢，四福音啦，哦，苏阿妹啊，嘿，哦，迄是天主教开始办的。就是迄个开始才讲吼，要关于迄个现代我们看天主教做伙，因为迄阵甲Father Feders 感觉真好，做一个做伙。有关圣经讲话时，确实回来叫我转来买话。我想讲，这个事情哦，是安尼，足困难。为什么得出研究的老师甲咱用名歌，应该做Houston 做领事。哦。拄我灭字啊，因灭字啊，讲安如袂当出来，要安怎伊讲，我遐佫会当帮嘛。哦，安尼才。我才出去，出去时咱灭字啊，就叫我去圣经部上班。对，迄阵爱对。15年伊伫 American Bible Society 来办理。若无就了个老师吼，我就袂当做。伊阵来伊教死。我是讲，我是足感谢这个老师。你来转来有转到伊无？转会叫啦。最近拢无看到啦。较少出来，有啦。爱问你无事较早。伊在店面都无讲。这个我有点刚认识安尼，我都做伙。难兄难弟啦。是哦。塞车伊把架。开车。他这边塞就去见着伊。塞摕了去吼，我迄阵咧食饭哦，食饭咧食咧无爽快，摕了去做伙存时啊，就摕一罐，我对啊，我食。伊个时代学生啊，就是这个你中午要去无？103岁，即摆袂认得我。有影？即摆讲啥话？伫何园？迄个拄啊11月初5开灯去，我甲送去急救，活起来，讲安宁讲大概无偌久会去，讲即摆还佫伫。哎呀，叫毋对，病院。有生闹死。无。我简单，知人无？拄着也知，有拄着毋知，就是伊就是阮有过身的时阵哦，伤太大。迄10个礼拜。我伫圣经来了。叫我去我上天了。所以，呀，这叫人生。这新欢年个啦，新的。那所以，上次。跳电路啦。跳电路敢阿姨治病的。感谢。佫一个新个。林电了。我买上济人。你买上济。哦，安尼会使。安尼会使上哩。安尼会使上，安尼会使上。这句袂使。为着这句话无上。我问你，伊倒位人？因哦，伊湾林嘛是倒位人？南投国籍。你同人讲，我不要伊了啊。国籍是吧？感谢。国籍啊。哦。迄名你人都听着。国籍敢若是听地前讲，我到故乡有关的，咱是国姓迄名。国籍乡哟。国姓乡。其实我头尾隔壁啦。唔是啊，玻璃啊，超顿要去玻璃的对吧？我那超顿，我那出头人就对了。超顿南投。我讲伊之前嘛，伊家厉害嘛。对，肯定个，想迄物个物。克林顿的时阵，迄个伫美国头一摆讲 the most successful old women， 10个，中间你做亚洲人代表，所以亚洲人是真个这个幸福。伊是讲伊一生吼，25岁真寒，后来伊迄个就是讲。
是。就是有。啊，恁迄个牛啊，是还是恁个大哥？你什么倒呀？我是我伫波士。我看到长手啊。对遐话咯。时间你袂真紧，有甲什么人是？有古早的。其实啊，我在细汉的时候做去佚佗的，我少年的时候做去佚佗的。哦，你讲黑青椒？伊乱一记。你调皮无？啊？你调皮无？我这刚开始。世界上就只拢无你管的事。大财无？大财啊！所以伊去做一个特别的人啊，我唔敢讲优秀啦。有哈咪了。国际啊，最近是伫迄个海外网吼，看到伊伫演讲吼，伫恁。我唱出来嘿。我才看到讲哇，这个有较老啊，讲话会较慢啊，学者佫下骹佫见个学安尼，迄个。啊，有咧，我会甲留起来，迄个节目我会甲留起来，袂歹。伊伫答案咯，仪式节目。我20年捌讲过。袂歹嘛。20年，人若食捌就我讲出来。无厝免讲到，迄是足福气的。以前讲即阵嘛在讲，大场的拢伊在讲。美国台湾人教会，其实对美国人教会，现在台湾人教会以前吼，委会就伊啦。哦，对伊7个人跟做翻。老师的主要做一个模样，以后老师的接受。所以咱台湾去教会，老师的教会真正有。对，伊开头，我刚才告诉。双人不懂武术，在底下做武术。所以这人来讲，我一定会输。啊，你唔是100岁啊？我咱不懂武术，接你的招。去纽约的时候，我是做武术。所以是讲你是业生是信中一点着。如果成长我倒是。啊，你成长会去吼？心中再去对遐离开去开牛汤。啊对，牛汤。啊，好个，啊，迄个后来迄个是我去开者，伊伫遐还未开的时阵，我捌去。这是不懂武术你心中。不懂武术的回忆录第一本甲第二本的无受伤的所，就是因信中，伊甲写信中迄部，信中大受气，所以第二本，迄部才删起。哦，有个啥那个地方的。你去教会。做一个教会牧师，教会的教会。你甲写迄个啦。伊袂晓用现代语，分着教会，个分析教会。哦，分析教会。细胞分裂。细胞。特别是信中的亲情，哎，对伊去教的嘛，第一。最近甲差不多1月日前，我才看到青龙写伊教会史，台湾的迄个教会史。哦，你见教会。伊就我头一个长老嘛，头一个台湾人长老，比如人长老过世了后，头的时阵青龙做头一个长老，啊，即讲过节了伫遐，为什么过节了离开阮费？我伫讲到的是讲台湾的主权。袂使着。头部上，你怎啊是头？啊，就你就袂使讲台湾的，你就地主宅甲黄文雄拍的时阵，我是迄个举上大旗，上我头前拍。